面是选举的消息，台中市第4选区无党籍的议员王兆坤，因为违反了农会法，保护管束也未执行完毕，中央选委会开会审议，确定取消伊的参选资格。王兆坤声称这个假处分，和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，确定未当连任。这王兆坤是镇南宫的党事，属于国民党乌牌人马，伫地方真有影响力，是哪里的阵营拢想要争取的对象。被判定未当参选，伊将提出控告，希望讲会使保住最后参选的希望。非常的错愕了，是连补救的机会，大项拢无啦。台中市第4选区无党籍议员王兆坤违反农会法交付债务罪，被困9年，法院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，宣告假罪4年。不过，伊伫9月初2登记前，保护管束也未煞，总会失去参选的资格。检察官应该是要询问关护人对我的看法，是不是这个人没有必要再执行？检察官意见后认为没有那个必要，应主动向法院提起解除我的管束。9月初1，王兆坤去台中市选委会完成收件登记。10月14，中央选委会审议取消参选的资格。10月17，王兆坤遭罪行政纠正，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假处分。10月19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伊假处分，参选的资格确定取消。王兆坤不满为9月登记到单有45天的时间，中选会拢无通知保证。会失去参选的权利。我们读书读得很少，也没有人跟我们提起说关心是否可以登记的。台中市选委会讲，参选的资格由中央选委会以权责审定。我们台中市选委会尊重中央选委会的审定结果来办理。王兆坤讲，虽无用年会不过嘛是希望会当为民服务。王兆坤兼任大家镇南宫的党事，算是乌派的。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罗秀燕和民进党市长候选人蔡其昌，拢相争伫咧看关系，哪里拢受地方嘛真有影响力。所以来伊会提出控告，希望有机会会当参选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